化高雄旗山一个男子因为毒品人去互通缉，拄到警察临检，走互警察约，真够走哦！一路走过这个田地、树林、水沟啊，走700公尺远，尾也阁骑这个乌多摆要来冲撞着警察，也毋过最后吼，也是败伫警察的手头。警方立足嫌犯为田岸边走去到草埔内，原警依然无放弃，一直约为草埔内过足到人家厝内底。人呢？坏人啊！快走！啊！走走！想不到警方约700公尺了，嫌犯竟然搁要骑车弄原警。帮我调解，帮我调解！尾手警方用咸椒水，才将这嫌犯制服甲铐起来。因为这时嫌犯目睭听甲挡袂牢，甲警方投降。好不好？对啊！对！我车就白虎。谁？我车白。你谁？这个46岁姓温的查甫人，因为毒品案被通缉，爱关10年。第13时，伫机场遇到警察，心虚想要走，搁报假身份。他全案警询后，就依违反毒品通缉跟妨害公务罪嫌将温贤解送归案。一个毒品通缉犯拄着警察想要走，想要到嘛是难逃法网，是讲为了要掠人，安尼走相约，袂输你参加比赛同款，真正讲这原警有够辛苦。没事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